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台南中西区丰隆建设的工地，拜三的时熊熊塌落去，后来吊车搁并去倒伫路里。市长黄伟哲昨暝去现场视察，要求施工计划书要送予市府审查，确认安全了后，才会当继续动工。而且嘛要全面来稽查丰隆建设的建案。台南市长黄伟哲取消日本的行程，紧急坐飞机回国。找职案视察中西区丰隆建设新建工地路边塌落去的现场，讲已经依法开罚单，会以市民性命财产的安全做上优先的考虑。我们已经在昨天第一时间，今天早上上班就开出罚单。那这造成的公共安全的部分，我们事后还是要追究责任。出代志的西门路已经伫咧初7透早恢复通车，施工人员赶紧赶工，要互五回归量早通车。台南市政府对即将开27万的罚单，勒令丰隆建设包括出代志这个工地在内5个建案全部停工。现在停工的现场，它要复工的话，我们就必须要会同第三方公证单位来认证，确保不会对周边以及对工地本身再次产生任何的危害的前提下，才会准许它复工。出代志现场附近的五回归西门路，总共设11个监测点，3点钟监测一遍。即马明体此外指数依然伫咧安全范围内，初步判断原因敢若是连抓柄出问题。因为它现在地下室都还没开发，是纯粹在连续壁的施工阶段。其实我们连续壁施工它在开发过程就是靠稳定力，稳定力去支撑这个土壤，让它不至于造成崩塌。所以稳定力品质其实跟开发它会有绝对的关系，所以还是要等施工单位提供相关资料。丰隆建设出面道歉，讲已经请专业技师了解原因，对这边意外影响附近民众的部分会负责到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